人生就好似一本未完成嘅書，有人按照既定嘅章節前行，亦都有人選擇親手改寫自己嘅劇情。兩位勇敢嘅女性謝詠欣 Candy 同埋黃子瑩 Smile， 佢哋由公職同埋運動員嘅身份轉身，以藝術療癒他人，以鏡頭捕捉溫暖，喺人生嘅彎道上面揾翻真正嘅自己。唔好停筆，你中意點畫就點畫。聖誕節嘅，咁如果再添加一個紅色嘅話咧，更加有節日氣氛啦。咁我本身咧係做一份好穩定嘅公務員嘅工作嘅，咁負責係做一啲內部嘅文書啦、寫下計劃書等等。咁最大嘅推動咧就係其實喺我啱啱出嚟畢業之後啦，咁出嚟做嘢嘅時候會經歷過有好多嘅挫折。咁因為可能本身嘅生活啊，同埋本身嘅職場，即係由學校去到職場會有一個好大轉變啦。咁所以咧，我會有一段時間身體出現咗一啲毛病同埋一啲抑鬱症狀。咁呢啲咧，醫生咧都話係因為壓力好大。咁於是咧，我好彩遇到心理學。咁就我根據一啲心理學嘅方法啦，咁慢慢咧我就好返啦。咁於是咧，我好想用呢方面嘅知識同經驗去幫助到更多嘅人。咁嗰陣時係原職場上面啦，咁都會有一啲矛盾，都有同上級去溝通同埋作出嘗試。咁最後咧都冇一啲積極嘅關注啦。咁同埋我原職位上面咧係做唔到我想做嘅心理諮詢工作嘅。咁於是咧就趁自己年輕嘅時候，都希望可以有呢個動力去出嚟闖一闖咁樣。所以咧就離開咗原職位啦，咁就出嚟去做呢個心理諮詢嘅職業啦。困難咧就係本身穩定，就係你只要根據上級交俾你做咩工作就做咩工作啦。但係而家跳咗出嚟咧，就係我需要去自己諗好多嘢，我要去自己安排啦，譬如時間啦，譬如我要重新學習點樣去做媒體啦，點樣去做一啲推廣工作啦。咁呢啲對我嚟講都係一啲新嘅領域嚟嘅。啱啱創業呢個階段係比較困難，同埋咧一開始你話離開一個穩定工作，我屋企人都係反對啦。佢哋都會覺得，因為佢哋本身都係打工，覺得有穩定嘅薪金啊，有穩定嘅職業發展係會比較好。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得就必有失咯。而家做呢個選擇，我其實都冇後悔，因為其實我已經達成咗夢想啦，同埋實現咗好多我想做嘅嘢嘅。放下穩定嘅公職光環，謝詠欣選擇走入一個更加貼近心靈嘅領域——藝術療癒。佢透過手作、繪畫同埋心理知識，陪伴一個個迷茫嘅靈魂走出低谷。咁我覺得藝術療癒最神奇就係佢令我有叮一聲嘅感覺，因為咧藝術呢樣嘢其實我哋天生就擁有㗎。就好似我哋嬰兒時期啦，就已經可以去識得畫畫，即係唔係代表佢畫得靚唔靚，而係你可以用唔同嘅顏色去表達你嘅情感，去表達你嘅故事。咁呢啲咧就係我覺得最神奇嘅地方。咁同埋啦，藝術呢樣嘢往往俾人更加有趣味性啦，更加容易去接受嘅。咁點解去開始呢個助教班咧？就係我曾經都經歷過唔知點樣去開設自己嘅呢個職業生涯嘅時候啦，咁所以咧而家有呢個資源嘅時候，都可以俾翻一啲有志向去從事一個藝術療癒嘅工作，去開展翻自己另一個生涯嘅人士嘅。透過雙手創造嘅過程，藝術療癒將嗰啲講唔出嘅過去、理唔清嘅糾結，被看見、被梳理，最終被釋放。努力分享藝術療癒嘅謝詠欣，唔單止改變咗自己，亦都影響咗身邊嘅人。助教李志豪就係其中之一。其實我認識 Candy 咧，就係一次好偶然嘅機會咧，去行文創市集。咁我見到有個女仔喺度擺攤啦，深入了解之後先知道，咦，原來係關於啲藝術療癒嘅工作嘅。咁我就會覺得，咦，幾特別喎！澳門都好少有一啲關於藝術療癒嘅文創工作者啦。咁我亦都有啲興趣個藝術療癒方面，咁就約咗做一個 O 卡體驗啦。跟住之後
就先至慢慢了解到佢嘅工作啦。咁認識多咗 Candy 老師之後呢，我先知道呢，原來佢並不是一開始就係做一個心理專業，亦都唔係一個藝術專業，都唔容易嘅。其實踏入一個全新嘅領域呢，其實係即係好跳出自己人生嘅框框嘅。喺呢個藝術療愈嘅一個助教裏面呢，我亦都揾到自己，原來我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嘅喎，可以即係突破到自己嘅框框嘅，即係一件好好嘅事啦。咁啊，頭先佢都會有一啲同學已經其實我都有買緊文書嘅分享。咦，其實唔係亂咁畫嘅喎。咁而家咧，希望咧你將你嘅成幅畫咧同你身邊朋友仔分享。為咗將藝術療愈更加專業、更加深入咁樣帶俾大眾，鄭詠欣持續踏上外出學習嘅旅程。每一次進修都係為咗豐富佢嘅底蘊，將療愈能量同埋前沿視野轉化為禮物，同同行者分享。咁我學習藝術療愈咧，就係之前我有考取到一啲相關嘅證書啦。咁之後去持續學習咧，就係我有去跟隨廣東省心理衛生會藝術治療專委會去參加一啲研討會啦。咁我都係佢哋嘅一啲會員啦。咁就好似早排啦，我就跟隨佢哋去咗廣州白雲心理醫院去參加佢哋一個藝術療愈嘅工作坊同埋研討會。咁同埋最近啦，都去咗2025年嘅一個中國嘅教育博覽會，咁喺珠海嘅一個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嘅。咁入邊咧都有香港大學啊、北京師範大學同埋美國羅斯尼大學嘅教授嚟分享咯。咁呢啲嘅分享咧都可以增加到我一個藝術療愈嘅知識層面嘅。以生命影響生命，協助他人實現夢想，係鄭詠欣嘅目標。或者未必可以令到你嘅人生易如反掌，但係佢致力於點燃你心入面嘅火花，協助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做助教嘅過程裏面呢，對於我自己嚟講，我揾 Candy 老師嘅時候呢，我亦都係對人生有啲迷茫嘅。佢就有一個 O 卡嘅體驗咯。咁我當體驗完之後呢，發現原來人嘅內心係有好多嘢可以發掘。咁我喺呢個過程裏面，我亦都慢慢開始更加認識到自己啦，又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能夠有進步。對於整個人生嚟講，我內心最大嘅改變咧就係從前都比較忙碌啦，即係淨係掛住去工作。咁但係咧而家更加多咧都回歸返自己，即係點樣去照顧自己啊。同埋都會睇事物會比較平靜啦。我覺得成功同幸福都係在於自己睇法啦，並冇一個是非嘅對錯。咁而家我覺得成功咧就係突破咗自己。咁而幸福咧就係我覺得幸福係冇必然嘅，就係活在當下啦，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只要此生無悔，咁呢個就係我嘅幸福啦。你會害怕係必然嘅，因為你始終係需要離開而家呢個舒適圈啦。但係我想講，只要你勇敢去行前一步，咁你得到嘅會係更加多。未來咧就計劃係希望就推出一個輕鬆心理學嘅課程啦。咁內容咧就包括咗我之前學習到一啲心理嘅知識啦，同埋一啲實際嘅案例經驗啦。希望可以幫人哋去解決到一啲困難。希望咧呢啲都可以做到一啲心理教育去到全民普及咯。兩位年輕人嘅故事話俾我哋知，人生冇標準嘅答案，真正嘅成功係敢於聆聽內心嘅聲音，並且有勇氣為自己嘅選擇負責。無論係透過藝術療癒他人，又或者係用鏡頭記錄生命，佢哋都喺自己選擇嘅道路上面閃閃發光。